苦有简单啦，係啊，記得啊。啊，每個星期。所以啊，今日加班中安娜對的哦。这是赞美吗？上禮拜呢病到嘅避免詐騙。打電話再去樓嘅不看人講，咁有可能。鬧熱鬥你腿，鬧熱跳下來。大家好，我係陳顧哈。來吉娜，大家好。啊，也係流行組嘅波 V 正八歲。嚟，我同大家介紹下上禮拜嘅冠軍啊。誒，連續四冠嘅李彥峰，彥峰。哎呦，容易彥峰啊。誒，知道以前有幾飛呢？唔啲嘅，唔啲呢？因為高速哈雲集，加油，嘿，高手雲集一直都會補進來，補進來，被打掉的就回去吃自己啊。對，然後又補來又，你要讓人家10次吃自己。你才可以拿到3萬塊。希望佢都繼續保持下去啦。係啊，安尼來進行比賽之前嘅介紹，我哋評審欣賞啊。好，一家先欣賞，4B欣賞，4B欣賞，陳 B 欣賞。哦 ，B 欣賞也已經做評審老師。係啊，你好教書咧。你教書啊？哦，你教嘅你咪佢上癮嘅嗰種。教其他先懂專業的東西。他不是教一些電影配樂。哎，可能沒有人嘅問題。好了，馬上進行比賽。有請 TV 參賽朋友。TV 係戲比主帶來愛情嘅車嚟。看啊！神龍太假，哎呦，比主記哦，慢年頭這種也行嘛。係啊，誰偷走他的心？愛情嘅車咧。你老公偷走你個心，那當初用的聽音是嘞？應該說鄰居要怎麼講？隔壁鄰沙，隔壁鄰沙啦。哦，青梅竹馬哦。哦，近水樓台都知道誒。哎呦，就很隱怪這。相看兩不厭啊，從小兩小無猜啊，青梅竹馬長大。哎呦，這邊金鐵咧。啊？本傑馬㗎？金鐵。鉗落去啊！好傳神哦！對啊，客家人咩嚟講？哎，這邊鉗鐵咧！哎呦啊，然後就很強下咧！啊，這邊闊鐵咧！好嘞，差唔多咧，冇要一件咧。哎，咁會多做生意咧？
膝盖生，膝盖，亲好嘞，有钱全部摸的啦哈，他讲人是讲我有拉的啊，对个嘛哦，对个传宗接代啦哈，对香炉哦，对香炉哦，就是胖掉了，胖到了，就是这样子。香安宴哦，哎哦，阿公阿婆不会用来啦，他讲人就。最重视这个，对，好了，也不会厉害了哈，也是会平常没事也会找事情做。对啊，家庭主妇还会穿，还会我不看有嘛洗好粥有嘛，拿出来副卡粥啊，对啊，我不冲过咩嘿，做个穿多钱，对，我们厉害，贴补家用，客家妇女的妇德，对，钱少，钱少啊，什么钱都没谈。还有亲好啊，穿钱啊，某四个小朋友四个来哦，有嘛，四个什么有嘛用？有钱都属你了。系啊。好，来，创泰唐先生公平啊！蒋家修老师，比如哦，根本创到青红啊，谈起来吼，唔过就得细蔬菜啦，规束国文吼，像秋香鱼嘅加小康老师的节奏就编的加要创国嘅创法做就得无扣拢，本来你也属国嘅，所以秋香鱼你也会。蔬菜就有点较软对，较重调的吼。那是技术的增加了哈，那是按讲。不过你是有点细点的问题，就你古代人爱创加你个个人，然后大人长从出流下来，个出摩拉果流都摩拉大，你出。汉白较深一点，好，加油！好，像李先生，好，比如哈，我知道你从国个时节一开始个感觉很浓厚，有融入在音乐的律动里面。好，不过我知道，一开始你个换气个力量太急了一点，换气，好换那。一个主歌的地方，其实不用这么的急切，然后副歌你才会有力量，韩国有力量去冲呀副歌动作嘅转音嘅铺分，所以加油，喊做对啦，音准老破嘅都动好。好，谢谢老师，他收敛很多的，因为加上改不能动态。系啊，之前的比赛时间都欣赏你讲的，对，评审建议啊，我其实揪起来，有铺陈哦，系啊，你不吓到人家对不？戴耳机听的时候，来，看下个分数。哦，看一下去比足个分数。这个分数有点危险，10.5分呢，有一些的哦，危险了，好嘛？冇听啊，冇听啊。先抽一下，先抽。你保佑还有不会冲唔冇啦？好，好啦，杀下来。杀落去，吳曲蘭帶來無縫跳也上市。嚟，彈開啦。
上十三成興，將心肝發心思，你穿針讓那情，我風調呀相思。就是娱乐部哈，过来之后，天水那个哈，哎呦 ，fashion 哦，还有挖个洞地，哎呦，fashion 啊，还是烂掉，没啦，破掉的设计感啊，就像我有时候穿那个破掉的服务有冇呀？啊，没有相近。哎，吞讲，系啊，哎，罗斯风唔好，佮做个烂嘅褲咧啊，係啊，好看啊，褲啊爛得人哋走。係啊，設計師誒，是當 police 設計的，相信啊，佢一種時髦嘅表現哦，講很多，講很多哦，哎呀，你還算退休嘅啦哈？退休啦，退休當久咯，當久咯。你之前咧做哪條路？退休之前都演東紡織廠。哎呀，演東紡織廠，丁奈大演。啲虎口的。虎口嘉倫，係。叫佢哋演東啊？有啊，動態見啊。哦，紡織廠。頭擺做咩輕辛苦吼？係上班之外，比如顧生意，我全部上咗上班咧，呢時頭都係接生意啦。啊，生理時鐘都快的，會調整。太工廠哦，要清很條哦。啊，家下做班長吼，大概提早幾點鐘去準備工作。哦，先辛苦哦。唔過冇關係啦，為了服下吼，你辛苦的哦，還值得啦，真的。做完沒就完。身體我打敗。其實還現在想起來也還好啦，也還可以啦哈。苦盡甘來的啦。退休咧，生意乖乖，你有些多苦有記得啦。係啊，記得啊，阿美嘅心情。所以啊，今日大班長安娜貝嚟哦。這是讚美嗎？啊，不是嗎？親友的這個意思啦。髮型很可愛。好，來，從這來唱趙薇欣賞。好，曲蘭姐姐，按倒擺看伊唱歌嘅吼，今日頭條數歌曲很多無縫跳也相思。我問一下，你喺練鐵道也係講你本來是上色色的，根本嘅。我唔知咧，唔知吼。係考包會係是唔知。可能田溪邊也係講你練鐵道嘅，今日睇起來攏過往係睇到嘅上無窮樣，今日上真係有啲實實。譬如講你唱特別係聽一句上三聲路過無停，廿幾嘅時間特別上實實，有啲辣辣嘅感覺。唔過咩唔係講唔好，因為你唱歌，我就知道你可能變嘢特色。我知道佢比因為你偷了書，較傳統地位客家歌，你偷對迄嘢韻味有。你歌曲吼，迄講無馬熟嘅人，會知道講腔腔平平，唔過嘢感情啊，嘢韻味啊，嘢唱了歌曲嘅起承轉合，我知道做到以後。我特別用偷嚟講，偷歌嘅吼，歌老人愛合腔下嘅獨唱要。佢佢比有一點我知道他愛修正的地方，所以講，人可能人習慣唱歌，人麥克風都唱話再都唱前，農家TV 必做這無腔，佢都拿太嚴，真係拿太嚴，就嗰種我嘅聲，一下睇一下寫，你就一直睇。就冇法度感受到你啲做了首歌曲嘅起承轉合嘅感情，我就出了為下長茶嘅話，再去練習一下，看樣板型，人家麥克風，比如講你愛扮隻梳妝，又係做一隻鉗頭，一個試看呐，試彈看樣板上，對你來講較好，就唔係講我彈到了上實實，後邊又冇，後邊又細上又太上，一講我冇法度感受到人感情。你要修正一下，我吃到會很好。謝謝。你沒有做好了，我拿度好啦。有上次你攞俾表演嘅時間，因為其實喇叭咪啲呢，喇叭唔記得啊咪。有上次會啦，調你的時間。對，搞不好他是嘻哈卡。嘻哈卡就是要這樣，就不能嘣，大音跟住嘣。嘿，就這樣。都是風飆落去嚇。來，看一下幾個。看一下曲蘭嘅分數。好，
1分，冇問題咧。啊，比上一位高2.5分啊，恭喜啦哈！留下來哈，小維也可以可以哈。好嘞，下來，下一位顧秋婷帶來韓歌。彈開啦。 无下永远都心独立。先生，各位天台先生好，兩位主持人好。哎呦，秋天之好。哎，秋天之特別寫的歌曲吼，只看唔咩按頭擺20-30年前傳統嘅一些嘅歌嘅吼。啊，一條原本嘅 original 嘅原版有彈過冇？有啊，因為該作曲嘅邱連青老師嘛，嘿嘿嘿嘿，小平那版學長。哦，你好重要。交大跟碩士班的在職班的。哦，啊，你有畢業嗎？冇畢業。冇畢業用誒。因為每次我寫個報告然後款 paper 報告，然後可能做個唱片睇咧，那乾脆是休息後來冇痛誒。真的啊？你們很上進呢。論文你沒辦法寫。然後就他又要升等考，很多東西啊，叫人去抄就好了。論文本來就用抄的，冇啦。來亂講，殘扣。你都用抄的？冇。我是人家直接幫我寫。我負責排版而已。哎呀，呈堂證據哦。後來是乾脆就休學啦，什麼痛。求重工下快樂。對。唔怕啦，很快有機會，很想去突發。在一拖這個不沒有時間年齡限制的，哎呀，但是到老學到老。哎呀，最主要是你創的歌，大部分就較後生的歌，較也現代創作出來的歌曲，當真當好。係啊，來，彈看那位先生的歌。請4位先生。好嘞。哦，邱婷姐，先生好。好 ，OK，算一強上嚟唱啦吼。今日亞術歌曲啊，我做嘢嘅感情把握到以後，把握以後。雖然講做下甲主持人講，新嘅歌嘅可能大部分都較新嘅歌嘅，像安尼 style 歌嘅曲啊吼。唔過本唱起來有另外一種無共樣嘅面勢，因為人嘅客家話，迄邊啊就冇啲客要較重調嘅，所以彈起來安尼。咬絲嘅部分啊，咩加重較多，唔講一種感情啊，所以咩客家咩好嚇。啊，如果講我本人嘅經驗話，就係講有陣時按你歌曲啊，因為聽起來很平靜，
可是他很内敛，所以呢，有时是人哋想要做的变化，真件当困难，因为本人谈到有地步的感情，所以有啲第位建议就係講，因為有嘅地方啊，有嘅地方像草料啊，像變豆有嘅地方，你想要做一些小小的變化。好，啊，不過呢，有時是要注意到，你喺變化嘅方向要注意到破嘅部分，要變到那一隻味素會較好。好，無會發會本人糖都有一種很跳痛的感覺。本上當平清糖店呢，結果突然跳了一個痛，那種感覺會很奇怪。好，也係提咧，聽嘢呢有個地方就係講，因為亞洲歌曲啊，有個地方溫馨嘅地方啊，希望講稍微修正一下啦。好，就像。还有加个副歌一開始，比個東南西呀，比個天地，像要這樣比呀，你不要硬衝上去。如果我的感覺，我感覺吧，我這都硬衝上去，破壞了美感。好，你帶一點氣音上去，可能還比較好聽哈。比個東南西呀，比個天地。然後，難怪呢就會輕每一句，幹行那就停下來，就換氣。我希望你把行那行唱完，哆那邊再接下去，因為那個啊的聲音，它雖然在那個地方形成了一個好像一個講的記的一個斷點，可是幹行那行，因為在那個位置你要往上衝嘛，哆那邊的地方，所以你在這邊有個頓點再上去踩。會比較好，唔會發揮在第二個突然之間，啊，上海老家各位糖都懂孫在位地方，結果在那個地方被你卡掉了，卡掉了要再上去，重點你又腳踩了一句再上去，啊，你會很奇怪。好，也個地方啦，哈，其他其實我本身的感情被他全部當放喺當地方，好，尤其係客家話當站。好，密西島好，是很有獨特的味道，嘅聲音咩當啲事啊？我知道係啊。係啊，好。就特別唱唐故事咁樣。係啊，嚟，看下幾本書。我看下顧秋婷嘅本書。輕一點。係，好的。目前嘅青狗粉哦。繼續打拼，好吧？好，謝謝安子姐和各位啊。我哋沙落，哎呦，羅浩然我挑戰現推無哦 ，Andy V 先生嘅歌喲。哦，因為我按度。浩然唱的是給聰跟矮吃肉比我還要更不一樣的風格，所以其實是我還蠻意外，矮吃肉壓懂後，我給你蠻高分的。哎呦！今天吃到幾樓浩然哈，很像那個倚天劍跟屠龍刀在對決。冷靜與熱情之間。真勁係做東南，你用啥唱歌嘅實力冇法講哦。先說啊，我給你們同分，其他是其他事。太難。撇清責任哦，太難，加油啊！好了。
随风涌，哑口童言，抬头观空又配发盖，口动难记，笑不惊艳，偏推唔模糊，难应验。哇！挑战极高，有个那曲风哦。哎呀，一条歌讲真的，做乖乖的人来唱啦。乖乖的人哦，那个面部还要抽搐。对，大概唱歌像中风这种感觉。真的奇怪哈，哎呀，看起来是斯文。唱歌就变成你，唱歌就是上升这样，对，起价，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。嘿，我可以用给风格啦，对啊，表现方式不一样。你看今天制作单位，你看多用心，真给金碧提供的唱伟如老师的歌，他就特别为你发伟如老师来的。对啊，让你更大的压力。对，有没有觉得压力山大？挨了个时间哈，就会看那个 round down 表。Oh my god！ 而且还是伟如老师还是第4个，那不就是我吗？我们一定是这样搭配的。奖评还会是我。对呀，听超黑啊，朱黑暗的呀。黑啊。我不以公平，我做的嘞，不然嘞，但是蛮亲董干掐那个制作单位的，我觉得很用心。对，就听原创。当然，对，好来，他的那个原创啊 ，V 欣赏。原唱来唱一下，来，不是。哦，那个二胡老师的那个弦很好听。二胡老师，看他就是这么跳动。浩源唱的是给冲跟矮吃肉，有比我还要更不一样的风格，所以其实是我还蛮意外的。矮吃肉也懂好，不过就因为佢嘅咬丝嘅部分，我下嘅時間用嘅係去力強，所以底部有水老佛唔相用，所以它的旋律就是水老佛唔相用，還有副歌嘅地方係太痛貫口，嘿，就大動干戈，呀地方我都嘅下嘅時間，嘅衝都嘅衝嘅時間，我本來媽媽講一去到強愛衝好，所以還有溝通納意，納閉嘴巴，還有好難哦，隨風唔用牙口通煙，然後所以也咬詞嘅部分會影響到你嘅唱歌嘅語言嘛。跟你唱嘅時間，你嘅嘴巴也做得打開。嘴巴就好了，嘴巴。好，所以我知道彈起來你會不會嘅高音嘛？飆的比我還要高。我覺得我給你蠻高分的。加油，繼續加油，懂好。唔過如果高分，那可以啲買添啊。哎呦，咩？我哋要長啲哦，講好了嘅嘢哦，講到時間哦，就幾艱苦啦。追把。我咪講好了嘅嗬，事先我咪講啦，我嘅感覺是這樣，我是覺得哦，你副歌那個二胡老師拉完了以後，那段很精彩的完了以後，你進來的那個水佛唔用這個地方，其實你跟他唱的表情就不夠，因為你沒有那個你摸爆起來。摸到個貴行，尿那安床，那個地方就聽得到一粒摸琴，感覺沒有進歌的感覺。你這個應該有這種感覺啦，就沒有入歌。還有一點我要特別的說明一下，滿人間個音鍵不是它的很多長音嗎？我要給你一點，從來按長音個鍵，
他的口型要动的，你不是给，不是这样，这样有点像疯子在那边乱冲啊，好像是准备，然后也是小些问题啦，不过你会改进。因为唱歌家吼，尤其所有唱歌嘅朋友吼，唱到创音家，你一定要记得，你嘅创音唔係在平定冇聽通做個轉音，你轉肯定嘅音啊，慢慢的做個變化，長有表情啊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不見得碰到作曲者就倒霉哈。謝謝。哦。而家比起個比喊他上嘅唐家修老師從跳過，嘴巴啦，嘴巴最顯啊，最顯，係最顯可以做足來，有關嘅熒光碼係激動的嘴巴了，你怎麼講？激動嘅嘴巴，簡稱雞嘴。好來，來看一下郝演這拿到幾多分？好，看一下羅郝演嘅分數。欣賞全部分評分呢，24分清高。彥峰，你今天辛苦了，辛苦了。4禮拜嘞。哦，4會不會就是一個那個啊魔咒啊？乜解？啊，一個門檻這樣。唔啲咧，96分清高啊，希望唔會啦。哎，這個要拼很難的。對啊。96分。係啊。加油加油！對。手熟了，還是你直接先上。不行好嗎？我們還有連休4禮拜咧，實力堅強誒。好啦，那你先休息。哦，你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好嘞，沙好來。沙來係美棉習慣咧，李彥峰帶來愛會記得。來，睇講啦。走得過愛看清楚嘅笑面。
远，给给全部都变走，永远，给给全部都变走，永远。到家。哎呦，佩服佩服，自家嘅创作，自家嘅心情，真错。按后生，只有按多嘅、按太嘅创作嘅能力的。係啊，高中就寫兩條歌。按腔啊，一條歌曲喺藝高中，應眼神就下。高中應眼神你叫做嘛？這道題全部歸好下客家歌，下畢業歌，即一條歌曲本來係，收到一條歌曲本來係藝高中時節嘅畢業歌，完到再一次做夢。從原本的歌詞係抬起頭，天空藍得正遼闊，失落過別怕再一次做夢，係愛用一條歌曲。可能係想講一擺有機會，因為禮拜可能係去諾貝表演嘅時節，創作一條歌曲，我就想到，喂，我想去歌詞，其實係睇錄 demo 嘅時節，因為係歌詞係係貼喺 video 比賽來改嘅，跟住我就創到，我會記得我哋向下韓國嘅商業，向下拿，向下歌詞嘅時節，就會。跟住就唱到點哽咽，因為我高中嘅時節，我同學嘅先生全係有嗰度嘅給我們對非遺或者同埋嘅養分，就是我做咧測下歌啊，或者喺度俾唱歌嘅嗰度嘅能量，喺我嘅班嘅同學，嗰種是喺先生也學同學拜同下，也係唔似架上下。不過喺我先生講，因為我係人文班，我們是人文班，經常就講。要不要寫一首班歌？我就下一個也就想講，你跟不用到每一版好像都適用，放到每一版都適用。嗰時候我就想講，就是我就放在抽屉裡面，一直到畢聯會主席說，哎，我們要畢業了，寫一首畢業歌來聽聽吧。就拿出來，就下後嘞。不過後來因為疫情比較點，可能下一屆沒有畢業典禮，我說後來就白寫了。沒唔會啦，就它就是一個很珍貴的回憶，因為給副歌。嘅原本嘅音檔係我哋全班同學提教師地度，我帶啲買股錄睇架嘅實。嗰時候我禮拜提坐客運啊，或者提坐火車上到打開嚟電考嚟彈，就會上到歌詞。就很有感觸。超啦！你看一般邊做太嚴嘅時間哦，張國來彈下感動。對。好來，總體來同先生講評啦。像這位先生。哦，燕峰，唉，特別東南都輪到我嗬。東南嘅講評都輪到我。今日吃到幾樓蒿鹽吼，很像那個倚天劍跟屠龍刀在對決。冷靜與熱情之間。真嘅係只有東南，因為兩啥創作嘅實力無法講吼。當然，燕峰今日啲阿叔佢自家創作嘅歌曲嘅完整度同。其實非常完整的，我知道佢啲唱歌有自己嘅想法，唔講一定要因為加校園唱歌本影響到唱歌。因為我知道佢唱歌嘅模腔係頭幾擺看到佢按刺眼按強鬆，可能咩因為唱自家歌曲嘅關係。冇拿吉他。我知道都有關係，唔過佢冇拿吉他沒冇差，唱佢動樂啊，他自己可以放鬆，我覺得沒當好，沒當唱，沒當唱。空氣鋼琴。唔過我知道可能因為那首歌曲本來係法語，你再來改客家話，我知道嘅粵劇啊粵音嘅部分，可能還要在這個花嘅時間來斟酌一下，譬如說他們的。導音啊，或者是它的咬字啦，或者是容易本帶法語嘅旋律，來行語應用版夾強下。譬如講，阮去出一隻地方，唱語話條本來一隻笑容，你講法係唱語話條本來一隻笑容，唔係本來一隻笑容。有冇？你唱起來、彈起來冇強樣，你感通都咩會冇強樣，會有一啲啲嘅差。係講。當然係講你冇，因為比賽嘛，你係坐喺衛冕者會議，當然愛本人較多嘅建議，係本人較嚴格嘅分數，安尼較對你來講較好。我知道你幾首歌曲真係冇乜嘅問題，問題就係講樣樣版型啲安尼嘅歌曲地位度容易
真正的感情表达出来，知道人家讲的并唱呢，我感受下多。好，两首歌曲有问题。好，我觉得好难哦。出腔人家一开始讲，这太像倚天剑跟屠龙刀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先说啊，我给你们同分，其他是其他老师。太难，撇清责任哦，太难，加油啊！好了。哦，哎呦，对，两强还是要相见啊！挺球 A 啦哈，要分个胜负出来，抢好野人的虎头懂，看好野同学说。好，准备好了。也就看96分哦，好远哦。哦，嗰潮歌技，潮歌嘅話，至少有評分哦。對啊，評分有可能有機會連續下一啊，係啊，就卡關啊，就連續下一西關。好嚟，嘿，看一下。好，聽下嚟看李彥峰嘅分數。幾啊？90歲，希望哦。90歲很強啊！點解係3推而來呢？哦，真的哦，3推而來。好嚟，嘿，看一下。好，聽下嚟看李彥峰嘅分數。好長。幾好的嘞。杭州的技术丑重一点，对对，你是因为有他，要不然你也坐上去了，对吧？哈，阿勇就先抢你嘅彥峰，坐到避免在後邊，強用連手吸管。係，也係順風組嘅後備正八歲，先介紹一下目前衛冕一冠嘅葉天橋，天橋子，香港天橋子轉移以後減負抗員，哪有可能？唔聽命，衛冕，希望自己俾嚇到嗬，即係嚇到，唔係要機會啦，創到好。當然咯，保持穩定那樣。係啊，所以今日俺也剛剛有位新的挑戰朋友嚟，冇錯，啊來比賽哈。來，啊比賽之前，俺嚟介紹俺哋辛苦嘅評審先生啦。好，湯永廷先生，李秋華先生，曾明珠先生，林贊義先生。好啦，先生介紹出，馬上進行今日比賽咯。新嘅朋友來咯，來自苗栗公館彭沙佛帶來評判。嚟，等下啦嚇。我一猜了。
沙佛伯啊，你好，伯嚟吧？阿峰不好，阿伯嚟啊，係嘛？咩果啊？哦，迄個嘛叫做啥啊？叫生嘢，叫生嘢，係冇按天啊，個神鬼係按量啊，正嘅呢，食材法厲害，用嘅 boss 都按天啊。香港都好創過嘅啦，好創過。但係都明嘅80年嘅嗬，跟我嘅車技嘅大師啊，來我公館開班啊，我就長期學啦。以前學嘅創嘅歌啊，萬山數啊，無班無聊啊，無限故嘅咩？哦，是這個。到以後來車老師嚟學搞藝術就。所以根本呢張咁期待又到去啦。哎呀，但係我老友見面，冇啦，下批咧，天拜來啊，天拜，叫是人生天拜來比賽。哦，你想講哦，冇來比打上對冇？係啦，應該等於特別。但係也到尾是天拜啦。哦。電視台啊，也林展義老師親弟。哦。以前咪嘅差唔多30年前有啦，嗬。是中南地派嘅藝一參加當到拜就錯嘅。哦，人家孫呢之前就好衝啊，好一比，就有一比所以就錯了。哦，按舊章來都按你節目呢，係啊，真係十分有。因為年紀啦，天年紀人太嗬，天咩按嘢啦，人生路不熟啊嗬。老人家有時差唔方便，麻煩後生嘅孫呢來，根本嘅。3推而來嘅哦，真係哦，3推而來咧。即係買19歲嘅來，講真嘢冇來咯。孫係咩來嚟啊？孫係來，姓趙來。哎呦，真係哦，很好。感覺非常嘅幸福美滿。也係假言啲嘅片。假言來嘅假言。全部來看衝過，天師台衝過。跟住所以要服務好命呢，哎呀，阿子孫啊，滿天啊，當正好啦。哎呀，當好嗬，要按好按天呢個身體。聲音又好。那先唐先生來講。好，請高唐先生。彭先生好嗬，千歡喜哦，看到有按太年紀嘅先生來唱呢自家嘅傳統嘅一個歌謠，其實佢唱得真好咧，係真有味道嚇。因為佢唱一個所有嘅咬詩嗬，都相當嘅標準啊。有一隻詩我要留彭先生提醒下，做題嘅隻作詩嗬，喺擺唱嘅時節要稍個注意啊嚇。過去歸下一個精神氣力各方面來講嗬，要按你年紀還做得按你唱嗬。相當好啦，嗬。唔過都講要嘗試嘅鉗聲啊，嗬。面向嘅個聲音，鉗腰嘅素材嗬，要較無足嘅位啦，嗬。也都喺埋假設係要機會一個唱嘅時間，稍微注意就做得，相當好。加油哦，繼續唱啊！哦，是先生，繼續唱啊，你啲唱嘅。阿伯伯，而家都係看日份先喎，看呢度份嗬，要慢慢留下來嘛，嗬，看日咯，好，對。睇下來看彭師傅嘅份數。很順做得啦，很會做得咯，做得，係啊，哦，乜人先坐一下，等下看後尾神經用辦，嗬，好嚟，行好啊！190這類按節目嘅附近嘅，係啊，生意哦，真係，不過最近今天呢，精神很清好，一個三個按了量。好來，沙下來，沙落喺總必整帶來3個字。對，彈啊！
真记呀，这么该客家詹雅文哈，今天翻船了。哎呦，阿伯、阿婆伯，今日有可能会留下来咯。嘿哦，哎呦，下礼拜可能有机会个继续变哦，好不好？很用啊，很紧张呀，紧张。哎呀，没有关系啦。根本没有关系。嘿呀，你不是说你上个礼拜本来卫冕者宝座了，上礼拜又很紧张，今尾2礼拜又很紧张，拼回来呀，对吗？嘿呀，你不是发下这个豪愿。他调前男冲到暗后，有没有敷衍跟又发生嘛事情？对呀，有嘛你不很紧张心不在焉，对不对？啊，歌没有练好，怎么样哟？都有啊，都有。上台都会很紧张啊，这样。还是身体不舒服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声音状况有问题。还好。还是主持人给你压力？还是更年期？他说对，主持人。主持人的问题。好，不是他自己。好了。哎呐，哎呦，怎么办呢？这个漏钟的还用？没有关系啦，没关系啦。没关系啦，好吧，那哎呀，老师来欣赏欣赏用板弓。没。打爽打爽，亲打爽，打爽啦！我以为你要打他的手。打爽了你。打爽。可惜。啊，像家讲的阿峰啦，真阿讲啊，头前创案吼，我家有看见啊，看下过去个面色当紧张。趁伊紧张的时候，伊头脑里面就想啊，等下眼药嘛说，等你一紧张，你是在惨的，你就不用强爽啊。啊，因为艺术歌曲听没个轻度嘛，哎嘛。所以我家是头前就想过，你唱的顺的，可能有能够入线啊。你聽一記，你就唱到我唔記得你唱乜歌詞，我記唔得啦。人嘅工人天傳夢飛翔，我說你這歌詞，人話這家就唔唱到那位嘢嗬，就都夾去了咧。歌咖喱咧，聽不用爽嘅。唱歌冇按清大上啊，還有唱歌嘅準音冇按抖音啊，更準啊，有啲咩能彈啊？啊，希望嗬，哈副人要機會多出來那是冇先生，加油啦！先生啊，打爽啊！打爽！嗱，你要看一下人嘅分數啦，啊，看下來看總比整嘅分數。这种分数你很羡慕现在？当然要啊，没用哎，应该干掉老师。我要运动怪我，运动加精神就要用，黑嘛哈，他一般有 TV 嘛，有始有终啊，黑嘛，你讲我出意料的啦。哦，嘿，我見聽到啊，壓力太大咧，叫出意。如果特別配稿子啊，呢配到壓力狀態，而安尼嘟嘟好，嗌做出意料咧。意料了，個轉來比賽，好嘛？好嘛？客家詹雅文冇變啊，你有冇？衝到暗後，低階錯誤。低階錯誤。謝謝，謝謝，好的。就把這個機會運用文聘人啊，係啊，本嘅你嘅阿父爸嘛，敬老尊賢，冇錯，誒，好嚟沙下嚟，沙落喺朋友叫帶來六神歌，嚟彈下啦。面不相爭，條係做乜嘅生意？係啊，我真強，幾強，人愛乜嘅我就做得出，哦，真的哦，你要大氣吧，哎呦。啊，一隻讀書我就哎呦，我每個一隻來買甜品，絕對猜唔到錢。跟中秋節買嘛嘅？中秋節結婚。中秋節冇乜嘢變。跟盲嗰個，冇可能做。愛淡了。上禮拜你變到嘅避免詐騙。佢唔拄好嘅啊！打電話轉去樓，我不看人講。咁有可能。面不相爭。
人送来。实不相比，一路同来。不谈不起，心平气难，快乐笑颜，长寿旺来。哎呀，球子啊，球子啊，两位主持人你好，好，食神归位啊！哎呦，食神啊！哎，他不是女版的许孝顺吗？对啦，那个食神。跟周星驰嘅天样地位度，跟食神，有没有？食神归位啊！我为什么也食神？你有冇讲？即刻讲，你有冇有食神啊？我哋嘅做生意啊，跟老人家講啦，我應該有食神嘅命啦。哎呦，做乜嘅啊？食啲東西，睇自家是非常嘅穩咯，非常嘅衛生。正經咧，所以講啊，你是人家講講，食神啦。唔同係強用咧。哦，按我來講，媽跟你食神，按到一種唔可以傳糖。哦，唉，唔好。你到雖然同埋公交人員，啊個老人家佢嘛傳糖啦，冇唱歌，來唱歌，切下不講件事，吃下去後咧，唔係，存啲時間就加減嚟穿。哦，加減穿，自家要個成法之後咩？冷定穿，皮人穿啊，做事咧穿，做生意要企練咯，哎呀，做事咧一定要企練。跟唔條做乜嘅生意？我啊，我真強，幾強？人愛乜嘅我就做會出。哦，真的哦，你要大氣吧，大氣吧。哎呦，按個5月節讀中，我就讀中。哎呦，我唔係講5月節來買甜品，絕對錯唔到錢。跟中秋節買乜嘅？中秋節結婚。結婚，中秋節冇乜嘢變。咁忙嘅嗰個，冇可能，冇可能呀！表姐姐冇嚟，冇嚟，冇可能讀的。你一盡心嚟。快樂就好啦，係啦，係啊，快樂就好。係啊，嚟創題嘅唐先生嚟公平。搶佔一先生，嚟啦，顏玉橋啊，接天氣嘅貴婦先。哦，接天氣嘅貴婦，樹木先生。哦，係咪啊？顏玉橋啊，我來到咧嗬，一談啊講假老妹們，其實一眼冇係談。係，嚇，你講話太薄氣嘅啊，太白氣嘅啊，嚇，但係都做成你嘅腳趾啊，啊，唔講你啊。不管唱歌也好，出條路一出必定嘢啊！啊，想曉得樹蔭啦啊！咁咩啊？佢個牛絲嚇各方面非常嘅爭，口型也爭，講出來客家話唱出來非常嘅有鄉土口味化，謝謝嚇非常好。但是呢，你們叫咩嚇？當到嘅唱出來以後，氣場足嘅，氣場足，相當亮。啊，我們也都仲見到佢啊，脾氣啊，他走態的，因為唱足嘅咩，出頭衝嚟去啊，啊，所以大家講講，專業是唐人都啲，唱歌咧，我唱人老妹，人老妹啊，人老妹嘛，係安尼啲啊，陳明書啊，去採訪過嘅，前有名啊，台灣前有名啊，玉燕。哦，玉燕哦，莊家玉燕。哇玩啊！係，秦老師，啲苗呢嘅片嘛。
条款嘅片。不管那边东西南北，你转来一天都是请假给。哎呦，条款，哎呦，黄昏市场，真嘅有样诶，就是讲厂家，你也买厂诶，然后一般了就喊唔讲，你系43厂，有的人系4323啊，但是呢，几下了就你请注意嘅就係應用俾樹葉，佢唔係搏出嚟做生意，哦，佢俾買物嘅喲，太上升上了，我照地數啊，希望加油，好，謝謝，越數越彪啊，好，伸縮自如啊，哎呀，沒有錯啦，來看廿個分數，好，來看朋友給我嘅分數，好嘞。木先生，還有92分，做得了啊了，沒問題，哈，謝謝，恭喜哈，謝謝，謝謝，先去做消息啦哈。佢係應該要記住我安排煮，哦，反正煮到乜嘅東西就火啦嘞。你下訂單啊，你要下訂單嘛？我下訂單。係啊，來，撒下來哈。下來，下一位煮水條得來平板。好啦。好啊！係哦，做今日應該主持呢。哦，今日跳那冇菜多呢，吼。今日有些 rocker 嘅感覺。對啊，換個那個初形師係啊。哦，初形輪做嘅是出來，哦，嗰種嘅你掛衣啊。rocker 啦。今日初形。哦，而家結送一位。下戲嘅時節，嚇，就變下來，阿孟介紹佢都衝得上嚟啊！誒，係咩當位主啊？咩死神？不服輸呢啊！就好似啊，哦，係冇，係咩當位主？哦，真係哦，對啊，做乜嘅當位主？乜嘅乜位做？係啊，乜嘅都話唔做乜嘅主？總啊，乜嘅要話菜包，還有菜包，做客家嘅你拌料東西用多啦，咁細細嘅時節。阿妹做就學到，對啊，所以也還冇自己做嘛？有啊，有啊，還會做。過節的時間自己會做啊？會啊。啊，你幫哪裡？你都會買咗嘅啊？哦，也見我有糖豆。跟住我婆婆啱啱我生完兔胎咧，孫都20個月，佢講我要菜布哦，你包裝嘅賣啊？結果講真的啊。再去龍潭包拿上嚟，慢慢的，就家咁做啊，做副業2年，2年後，全部要我打電話，哎呦，就像要叫子咁樣，我自把佢都做啊，三節時有人聽就就做係冇，聽講嘅阿姐好似咁佢係客家家庭，如果教人嘅
来啊，生意有啦，俺孙儿大概是读到40岁嘛，中班。啊，叫我就读啊。個讀寫個泰嘅學位，離下讀泰學嘅，畢業咧。佢講，我特別讀佢來到唱卡拉 OK 啊，我個老人會啊，佢彈啊唱哦，客家本色哦。張醫師緊唱啊！哎，你很厲害。結果去到個卡拉 OK 有嘛，特色是點米唱，老闆要點米唱，俺老人會啊，去啊都是啊。先來，我點給你唱。哦，給唱到有模有樣哦。真的哦。同山過去吧。哦，咁慢慢咧，從細開始學啦，從細開始學。要錄起來啦，是講啊，胎要冇嗰種啊，就冇錄啊啲啊。哦。上下邊比唐松啊講，你不要放得很難聽哦。很難聽啊！我講要記俾佢講嘢試過啦。好聲音你安排你當無限啦。也請推廣啊！三胎啊，就係全副康人講行業嘅家庭。佢就做得多，然後嘅好聲音講。但是有啲好聲音就唔講啊。係啊，冇辦法。副考要幾下份見啊？要份見啊！好，嚟，唱得唐先生講片啊！唱明珠先生。水走子哈，我看見啊哈，一下其實唔服輸，像我老人講我沒會做啊，係哦，但是呢，三個比賽還要比分數，哈，比你個歌聲，哈，比你強準，沒比料理，沒比料理，一家之主，還要青春一起個上。吼，做唔得那個後人吼，硬按會準的上，吼，個上變的上，吼，多少是會讓強表都贏分數啦，吼，在山歌傳唱的時節是會準的，吼，當然唱的準咯，吼，啊，韓國呢今年6年個到就沒準，強壯。用人可能是出力的素材，用唔出猥瑣，你冇用都市的方式來唱，你是用後人去唱，用人嘅聲是較撲，變啊，所以你要特別的去研究，這個來的加強，好嘛？好，宋先生，係要注意啦，而家歌詞山歌傳唱唔係唱來。唱到唱嚟，唱嚟，我哋要注意嗬，你係非常強到分數，唱到講必須用歌詞，一首歌詞，我記得熟掉，唔係成個唱嚟哦，傳唱，因為歌詞係按傳法，好記得啦，好，謝謝啦，好，謝謝，哎呦，歌詞唱唔到，有些味也沒感覺，係橋本哦，嚟看一下人嘅分數哦，來看一下主水酒嘅分數。兩隻詩呢係冇橋都唱到到本，傳詩啊！即刻，比較記得嘅個聲，看到老師，看到先生要緊張，衝唔衝？好啦，希望下禮拜不要發生這個問題啦，好嘛？繼續加油啊！謝。好啦，沙來，就係你嘅 V 面咋，一天叫帶來羅山歌，彈過啦。山歌了，路漫漫。
匆匆。哎呦，天狗子又見面咧，又見面了哦，又變面站呢，又歡喜，又緊張，又緊張，又歡喜，又緊張，對呀。上禮拜呢變到個變面站邊，個唔拄好呀，有冇唔拄好？別整這樣嘅知道嘅，哦，佢面用西山嘅，佢面用太極間呢，樣子寫哦，非常大愛啊，真的，打電話轉去老嘅。不看人講，咁有可能？啊，冇可能哦，這不看好你。你慢人講，那慢有可能。伢老講，伢老講哦。啊，伢生意嚟咧。生意嚟講，哇，媽媽你怎麼那麼厲害？係啊，佢伢係生意他都講法。老公沒有學西海啊，係嘛？對啊。唐一來翻譯就好了。係咪？老公主啊，不用安慰，潑人家冷水。真的。真的哦。如果是別的女生就不會潑冷水。別的女生第一名呢？哎呀，真的，哎呀，我沒有去參加到啊。你們衝本樣就唔係用講法，你係只有卡邊倆條男人啊，你這些男人嚇咁有可能？我原來命，那係天命咧。因為丟卡邊時間都衝冇冇，咩其他 CV 衝唔錯？真唔關個。冇嘛，咩要設計實力啦，係冇？冇實力那有可能。對。喺裏面冇按隨便。創到以後，佢咩有創到真？係啊。生要邋遢嘅。好杯啦，一絲絲嘅啦，還好，應該冇查到。本告狀嘅公平就對告狀嘅。入手自創也羅山歌，基本上佢嘅咬師後來一張，各位也強音各方面也係四平八穩啦。我見尾佢唔知乜嘅理由啦，佢嘅聲可能係咪練到有高頭啊，也係要看到唔知啦，要卡辣到嘅。各位可比講行路難嘅難。嘅韻腳鉗啊唔拉長，冇卡唔拉長到嘅啦，哦，也就唔要卡欠點到嘅，係因為在個唱嘅時節要卡注意到嘅，做得，加油，是的，做得都唔得，咁嚟唱人咧喐腳趾啊，係啊，雙腳嚟，來，還有霹靂雙腳，我把人講。霹靂雙驕，霹靂雙驕嘞！哦，你用啥組團好了啦？組團霹靂雙驕。講什麼香蕉？哦，對，霹靂香蕉。霹靂雙驕，你用啥都千里花意思就出來。好啦，看下來看分數啦哈。好，來。好，看一下葉天橋嘅分數。每安尼三個音樂比啊，有搶到今年的安尼竹東田傳藝三個比賽時間哈，得到3個組嘅前3名嘅。頭3名嘅啦，誒，佢聽說千里花啊。誒，這頭3名啊，真係他們進入到天師嘅殿堂。雙驕，你用啥都千里花意思就出來。真厲害，好啦，看下來看分數啦哈。好，來。好，看一下葉天橋嘅分數。哦喲，是啊。避免成功呢，阿姐姐，係嘛哈？
师傅欣赏，恭喜喏。係啊，所以佢有辦法做生意，冇辦法。係啊，加油啊！謝謝。好了，那我們現在恭請我們請你嘅葉天橋子電廠嘅美面炸嘅寶貝，恭喜連續2禮拜美面成功。山歌音樂會，係，今年安尼山歌音樂會啊，有搶到今年的安尼竹東田傳藝山歌比賽時間啊，得到山歌組嘅前3名嘅，頭3名嘅啦，佢聽說真厲害啊！誒，這頭3名啊，真有辦法進入到天師嘅殿堂。天師，有案厲害就出來啊！我們是最高殿堂，沒有了，黑倆意思。天傳日才是最高殿堂。150年嘅個傳統歷史，50年有咧，係冇？佢聽說真厲害啊，拿到前3名啊，前3名啊，所以就點你嘅山歌音樂會做得堂到按精彩嘅表演，非常歡喜，就有搶到其他度嚟衝過本大個堂啦，嘿，來，有搶 TV 啊 ！TV 係嘅山歌組啊，第3名嘅優秀曲帶來山歌子。好嘞，彈看啦嚇。
几号？你好。哎呦，第3名就按厉害嘞，啊，不冲。佢上年按量按奖。系啊，牛年呢？你之前有来过安尼節目嗎？有來過。2017年。哎呦，比到樣辦嘅。一季啦。一季哦。啊，有得到名次冇？T4名。T4名。幾個 T4名？幾個 T4名咩厲害嘞啊？幾個 T4名，啊啲田春燕 T3名。哇！我係好多年啦。好多年，哎呦，好多年啦。我甲本嘅客家人啦。哦。我老公佢講嘅會了，係，真講會了，係啊。唔講會了，係。那就聽先生學嘅重山歌啦。哦，甲本先生多年呢？30年。30年哦，就帶到嘅呢客家莊啊呢。係。哦，客家話講得清楚。就入境隨俗。當然哦。時間呢下唔曉講啊，講會了嘅。唔怕。唔講係當然。上次嘅學嘅重山歌，上次冇埋標準。哇！好多年來學嘅客家山歌，佢真勁厲害哦。用按心啊。對個重山歌有興趣啦，啊嘛就係個天川日參加個比賽。有興趣係樣板有興趣。興趣唱歌嘅，感覺個山歌玉米一盒啦，應該就一頭栽下去，哦，很多了下，很一頭栽下去，多了下，很一興趣了學。哦，哎呀，就發現熱衷山歌，熱衷詞道。哎呦，唔怪你唔係客家人呢，難怪唱得有客家精神。喺度唱個小調開始嘛，嗬，係啊，羅山歌平板。三歌子，弄就參加過，係。哇！了了族全部有參加過嘞。我有參加爭詞比賽，有第1名。爭詞下詞自己填詞啊？哎，對，因為那是填詞，因為那是心血來潮，那時時機很不好，就是馬上就把它很衝動就把它寫出來，沒想到說，哎呦，被獲得青睞，哎呦，就大頭娘就出嚟，哎呦，這神來之筆，就出衝動就會按用啊，就是有那個靈感，真厲害，真厲害，哇，T3名誒，T3名誒，哎呀，就很厲害嘞，總統要嘛，哎。我們今日有唱到個 CV 太史丑都有，太史啊！真係客家嘅太史。田春燕沒有看到嘅太史。田春燕啊，都欣賞，咩會有去同大家研究啊咧，嚟安尼唱個唱高中。好，唱高中欣賞。嚟彈一下係。小曲小字今日唱也三個字嗬。佢本身嘅聲音質清好，清亮。各位家嘅唱嘅歌嗬，音歌嗬，一唱來清歌啦。係啊，係。但是本人聽到嗬，唔好講清鹹，係唔好清啲啦。唔好창의。係啦，唔好창의，以後聽啦。各位今日唱嘅也三個字嘅腔調嗬，也比較較特殊嘅一種腔調。佢咩唱平常一般人唱嘅嗰種方式，有那個一款，一種款調也有人唱，唔係冇人唱，唱來以後，不離個唱一種腔調，有啲部分來注意呢咯，因為佢生好，故所佢一出力，有啲個師傅唱會較高啦，因為偏高些，按歌要偏高，因為真高，特別講。頭一排 T3機嘅胸懷相貨傳神之嘅神之嘅兩隻詩，那個係要較高一些些咧。從安尼就要去注意一下，各位同樣安尼強調，佢從天一排佢嘅第九嘅兩隻詩就要注意哦，佢冇注意到佢從阿姨佢會。較無按合，一隻強音啊，來唱一下詩啊，可以注意一下。好，因為詩嘅關係啦，結果比講追求嘅冇問題，第九安尼，嘅我較，因為嘅詩冇重要，咬詩嘅音冇重要，而用安尼強調唱嘅時節，就可以注意，讓我創作唔會咬到啦，好。也
其他吼佢唱得非常好，哦，田传义的时间，我有去评审嘛，佢唱得真好，冇问题啦。当好佢唱歌有条件啦，继续加油。谢谢老师，高明先生。奇怪呢，这个你之前的比赛是冇咁厉害嘅，唔睇會調練嗬。不，經過咁多年咧，17年係嘛？要精益求精啊！真的，哎呦，咁都做對，轉來兩舞台當紅係嘛？厲害！冇強樣嘅身份轉來。真的，啊唔係客家人，我要客家歌唱到這裡拿到安泰頂，真的厲害。好，謝謝你今日來我哋節目唱歌問大家聽，希望以後參加比賽也得到當好嘅成績。見好見好。謝。也係講我做嘅比賽。田傳義跟咱兩年啊，明年還有早就還有進步的空間，對吧？好嘛，好，加油！好，謝謝謝。好，再多幾樣就是好，哎呦，引踢歌係咪嘅起踢腳係咪引踢歌啊？冇踢大嘅，起不腳。起不着，我也叫冇起了。好嚟沙下來，沙下來就係第2名、第3名就咁厲害。第2名係流水嘅，我帶來評判。好，嚟彈下啦。秋开了。
啊。上些毛妈强用很好听，睇冇？主持人行得太鹹咗。係哦，哦，真係。係，加嘅係要。哎呀，嗰邊個嘢好亮啊！你很好聽。我本身是嘅竹東係客家人啦。本身就係客家人。我講開了嘅，錯。講時就不流利啦。不流利，都同係咁樣啊。叫我講。係啊。來到也未會看麼？會冷麼？你下唔會下建裝都是唔會看你。家下嘅天唔是講唔會看。當然會看啊！你嘅亞陽鵬按冷係冇。對，之前有來過人哋節目比賽過。要嗌那個做兩擺魔王。哎呦！有印象咧，有。做2次的魔王了。冇來比過，有做過魔王啊！哦，對，你看這種 level 的已經不用比了啦。對呀，這沒有戰將，就沒有對手了。經驗咧，係啦，係啊。我做竹東那個300嘅平板第一名，200嘅山歌子第一名。看過對唱組老山歌還有那個什麼超級組都拿過第1名了。哎呦，今年很牛啊！唔啲啊，有一定會本睇人錯啦。跟人家特別按好嘅成績，跟人家要搞學生嘅呀，要做嘛新傳師。今天就有啊，我有是100年我就拿到新傳師。對，我有在南投那邊教小朋友。哎呦，南投啊，對，我做到南投人，佢家幾南投人嚟嘛？對啊，我係南投國上鄉人啊。哦，南投國上鄉哦，我就竹東嫁到南投。國上鄉有美客家莊。對，然後開始學山歌啊。哦，他搞小朋友唱山歌。對，有去學校那些教小朋友。對，下扎根。有好幾年就帶孫子。孫呢3歲，我就摸出去教咧。教人孫嚟唱就好。對啊，人孫咧應該當厲害咯嗬。我有白公白婆千杯喎。哎呦，藝創嘅機其實聽咧好杯哦，冇似嘅，冇似我。係啊，重鏡我。雙橋割磨，蝦橋割磨，實在我掉嘢。本來咁樣用葱。個頭髮嘅頭髮人自家擺啊。是就聽我冇聽人講嘅。聽人講唔急全部嘅人調嘅師傅啊，嚟，我講啊，乜都乜嘅，我講啱嘅客家童謠，好啊。白公白婆，冇自己冇自我，遲到一隻長頸鵝，雙橋割磨，黑橋割磨，實在我屌。你就記得了哈，正確嘅歌詞記得唔記得？正確嘅白公白婆，冇自己冇自我，唔可能就係特別對兩種有天分，係嘛？奇怪，難怪你還會行到2條路咯。小時候的記憶是非常清楚，這真是的啦，對啊。繼續講亞孫的啦，係啊，繼續係。係嘛？同樣下來就學神歌嚟，錯嘛？再唱幾來，有咩拿獎？佢細可能炒9個多月帶佢去上課啊，我哋都唱洛山歌，老師教洛山歌，佢咩真的哦，常常叫他唱哦。故意將唱幾來哈，沉浸式教學呢，來唱3千年嘅獎學金，本日帶佢來挑戰賽，故意將帶來哈，來按唱對。從這唱秋下欣賞。你山歌唱開了，我山歌講開了，我簽到。唔過阿鳳老子啊講啊，我堂堂都會比結嚇，佢老台。真神奇啦嚇，我想研究嚇。唔過唱山歌嚟講，樂師非常重要嚇。睡覺啦嚇，佢到那邊都拿到講叫我啲嚇，接上年叫看到佢，到處去比賽嚇，上院太白嚇，韻腳好嚇。唔過係記得啦，你唱過4級8級樂師嚇，你講唱山歌啊，山歌唔好山歌。嚇，山歌冇山歌，我咩做唔嚟講嚇。所以我哋讀書你強咯嚇。所以人家地方都有吉他師就會注意山歌聽佢，山歌愛唱超快啲山，你記下山歌冇山歌嚇。嚇聽藝術客家山歌冇客家山歌，山歌山當
冲山歌，山当你上山歌上上哈。提示机咩学会山歌莫山歌，哈，其他的冇问题，非常好哈。所以要继续好，下你空了要继续加油，加油！好，谢谢啊。老师一些问题。係一我真係叫知啦嚇。誒，麻叫知行後堂嘅山歌，本太就係用書。要行上嚟啦嚇。好，可以嚟做下對山歌。唔可以。一樣行先人。唔可以寒。唔可以寒啊！有冇人嗌都會寒咧？肉人到啊寒。唔係。係都唔知。原來140公斤，你水母唔是改變嘅。真係一卡。啊，有咩生意咯？山夫咩生啊？幾年通田都做嘅斷手嘅就好咧嗬。嚟殺下嚟。哎呦，天命就厲害咯，唔係隨便嘅，佢係兩組嘅，落山歌加山歌字，也客強下，乾卷，展雲蘭帶來落山歌加山歌字，睇看啊！sẽ lời khi一阵风太高。
第一名，帅哥主持人，大家好，你好，你也來過啊？來過哈？做魔王。做魔王，係哦，你係做魔王啊？做200從三國志100平半。所以冇來比賽過啊？喺來做魔王啊？沒有比過，冇比。哎呀，兩邊唔是。就是也不用了，冠軍了還來比。還有對唱的表演啊，係啦。對了，比輸人家的還丟臉呢。這已經站在高崗上，唔會輸啦，係冇。站在高崗。有種模仿嘅都親啲開咧。對呀對呀，哇！難怪我講面熟，係啊。跟唔佢是學客家歌嘅契機係咪㗎？契機哦，我哋講咧當槍咧，做得講啊。哦，一槍誒。我諗講，因為拜新年宴哈。簡單敘述一下，也是很感動。因為老姐哈，台廣電台副台長詹婷啦。哎呦，詹婷姐好。詹婷姐以前也當過我們的評審老師。拜新年宴其實開始主辦，該穿過來啊。我家哈，我係做會計事務所職業啦。啲係我係計分啦。我計分計了10幾年啦。等於讓你打分數，讓你合計啊哈。然後頒獎嘅時間看安好喏，獎杯安泰咧。啊，上暗丟計費做得上推麼啊？係啊，我是報名喺前9年哈，前9年應該是9年前開始。我個因緣際會啊哈，我是學生哥啦。哦，家裡有血脈嘛，係啊，詹婷姐，係啊，難怪就冇咁衝。係啊，只是那個時候人家是做代書，你叫人家去那邊登記分數。會計專門假日啦，會計師，你該專門假日哈，你是幫忙啦。哦，一天數下自家漏記嘛。大材小用啊，唔會啦，加幫忙啊，6日2夜啦。是有天分啊，係冇？學生哥就唔會困難嘅呀。對對對，有天分係冇？當困難咯，我跳板我拿張筆記本大家看，當辛苦呢，我係講體力嘅哈。你咪要哪一種出來？我這個秘密武器。還有乜嘢東西？因為哈小抄，因為老師教係自然啦，我講體力，所以我係筆記又鋒又搶。你屍體寫嚟嘅看冇啊？我係自家看書，冇去看書，大家小愛呢。我愛看書。你小嘛講，我愛自家看書睇啦。係啊，自家啲就好啦。秘密武器。哦。學過嘅過程，當辛苦啊。個正經，老師咩就重要嘅部分。真係是熟練配啊。對呀對呀，從小嚟搶嘢。搶人哋嘅戰役形象。客家節最。係啦，老雲南啦哈，也有一個緣分啦哈，在很多年前啦，一直都佢對啲客家歌曲哈，啊有興趣，所以佢一拜呢，參與參加比賽啊，或者乜跌落去冚下咧就按到拜，但是當皮膚嘅學習精神，哦，中間頭下嘅數個嘅，佢下衝過來嘅哈，真嘅，我衝到要按樣發生，啊，運氣。這才冇咁簡單，尤其係老山歌，嗰個呢要唱到啲山歌字，但是我希望喺以後你有機會啊，哈，我希望唱埋個山歌字、老山歌嘅腔下夾起來冇空把它平板，咁樣嚟表現。哇！哈，挑戰自家。會唱嘅冇問題啊，關鍵天春日嘅3年之翁比啊，冇比上啊，咪一3種係加小條。4種哦，佢熟熟掹啲，以前都有聽睇啦。當家哈，3年之師傅，加油加油！先生，來請問主持人。好，雲南啊，嗬係樂在其中，對歌唱非常嘅喜愛，你就按嚟健身，所以您舒放自如唱歌啊。非常嘅好，輕鬆，全冇壓力啦，嗬，是讓自家心肝想嘅那都唱出來，按時唱咧。是自然啲得到前好嘅嗰種效果，啊，本來自家彈到嘅音未前歡喜，總係要注意，難免會講發生嘅事情，提啲嘅眼神，有冇眼神，一下變到跳台上咧，所以要注意，因為你要放鬆跳嘛。尤其係耳機彈咧，忽然間就嚇到我腳腳落下來，形容面啦，是咧，因為佢當自然嘅唱啦，攞杯嘅創作唱慣當快樂咧，所以我宇宙專門都公認啦，到我杯都唱啊，佢隨時都得唱。千難得啊！看到佢嘅臉書點樣讀嗬，隨時都該表演咧。我嚟唱，我嚟就唱。係啦，所以冇問題啦。對佢嚟講啊，所以繼續努力嚟為發揚文化嚟
大兵哦，加油！好，谢谢谢。我对佢嚟講，唱歌就唱嘅十分零水用啊，你啊，當詞演嘅事情，當詞演嘅事情，歡喜衝神。係啊，也希望啲以後各種嘅比賽嚇，注意當好嘅成績，啊，繼續落發揚客家文化，好，安子生，謝謝，多謝，謝謝，好，會做消息。好，今天嘅節目就到這裡告一段落啦，係啊，唱到後堂嘅時候，係啊，你假是講我唔落杯比賽唱到當好嘅，安尼製作單位發現到我有唱唔對到，你節目當中唱到那個堂，哦，迄假是你好唱歌嘅朋友，安尼節目嘅開始比賽，夾夾打電話來，打電話來0966676660，好唱歌嘅朋友夾夾打電話來報名哦。係，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，另外呢，還要多謝辛苦嘅評審先生，多謝先生，辛苦咧，安子生。是夢3B嘅李天春兒啦，3個組嘅頭3名哦，繼續保持啦以後嘅成績，加油安子生！是夢小強老師還有農翠先生，謝謝老師們，謝謝。是夢天春嘅工作人員辛苦嘞！好，下禮拜我唔記得一定要準時收看呢，老年大擂台，老年真好來，再見，拜拜。